上帝是灵，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即时要用欢喜的心来吟诗圣诗52首，来为咱的上帝，请起立来吟。请坐，咱即时要下头来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阮正信的兄弟姊妹，伫主的圣日，用欢喜的心，较无灵来到圣殿要敬拜你。阮知阮是喙唇无清气的人，搁踮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常常讲出批评论断的话语，得罪了人，嘛得罪了上帝你。阮本应该伫人的面前，诚做光，诚做盐，来荣光主你的名。阮确实该做的好无去做，无应该做的歹偏偏去行。主啊，求你来赦免阮。你为因为阮讲，阮也认阮的罪，你是真实的，是公义的，就要赦免阮的罪，随除阮拢总的不义。互阮会当坦然无惊，过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搁一遍领受你的恩典。主啊，阮感谢你，使用阮无完全的性命，成做你福音的器具。透过阮的代祷、阮的关怀，有引出一寡无道友进入了团契甲小组。使用阮卑微的性命，成做福音的出口。伫下主日有将近10位的兄姐，要甲你的面前来领受圣礼德，成做上帝你的儿女，嘛要成做相连大家庭的一份子。为着安尼，阮要献上阮的感恩。另外，阮嘛要来到你的面前悔改甲警醒。这是阮近年来洗礼人数上少的一笔。求主圣神大大来提醒阮，亲像你透过阮主任牧师对阮讲，毋望相连教会毋是一只
豪华游轮乃是一只有机动力的掠鱼船。主啊，阮看到这位船长为下一个航程，要掠搁较多鱼，透过小组长的训练课程，甲加拉太师的查经班的课程，用心用力，要训练出得人拿得鱼的工人。求主圣神伫每一个人心内点着复兴的火，互阮会当火力来回应主任牧师的装备甲训练。诚做基督的精兵，愿意受差遣出去，到处播扬主的福音。主你应允阮讲，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你要甲阮同工，用新约缀阮，证实所传的道理。阮确实福音的大权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愿主上帝将得救的人业，伫你加添伫阮的中间。主啊，你是做新事的神。你特别伫双连教会兴起新的新业，互阮百年的教会亲像老树发出新意来，互阮教会成做万人祈祷的殿，互阮的教会成做万人得救的教会，嘛要互阮的双连教会成做正教会的祝福，有气力搁去帮助台湾弱小的教会，大大兴旺主你的福音，完成主你交托阮的大使命。主啊，阮安尼祈祷也是无够额，阮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亲像天。阮的神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嘛有赦免过阮的人，袂抵带阮离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欢迎、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有尽。阿门。启示文诗篇15篇，伫圣诗28页，我来刻兄弟姊妹来吟。上帝啊，伫锡安有人学乐咧听头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拣选的，互伊亲近你，踮伫伊的院内的，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你出你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上帝河，伊的水满满。你灌落田园，满伊的沟，收遍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麻来盖。伊拢欢喜出声来吟诗。咱即时要搁继续来吟诗201首，咱起立来吟圣诗201首。救主，我爱听你的声。我
请坐。咱这是圣歌队要来学了，学了的诗歌是极深的痛。感谢圣歌队用这水的歌声带咱来学着咱的上帝。咱这是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诗篇133篇，现代中文译本793页，台语汉语本680页。我这是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兄弟姊妹好好徛起，是遮尔啊幸福，遮尔啊快乐。这可比珍贵的油对阿伦的头顶流到喙手，搁流到伊的衫机。这可比乌蒙山的甘露降落伫锡安的群山岭，伫遐上主应允赐福，赐了永远的活命。第二处的圣经节记载伫约翰一书4章21节，约翰一书4章21节，现代中文译本373页，台语汉译本278页。我原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所以基督安尼命令咱，遐会听上帝的，嘛爱听家己的兄弟甲姊妹。今仔的信息命中注定我听你，是咱本堂的蔡主任牧师要来传讲。愿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话，愿上帝祝听伊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阮只是要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求主你帮助阮排除一切困扰阮的所有烦恼，甲一切颠簸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
专心来仰望你的话，透过安尼来得到帮助。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命中注定，我听你。咱知影，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是诗篇133篇。诗篇133篇，伊首先安尼讲：兄弟姊妹，和睦三甲徛起，是我尔幸福，我尔快乐，因为伫遐有上帝应允赐福，赐了永远的活命。咱来注意即个应允即个字。如果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伊翻译做命定，意思讲命中注定。咱台语的圣经翻译做定着，上帝已经注定，已经安排定着好的即个应允要互咱。所以兄弟姊妹和睦三甲徛起，这是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一个真重要的关键。今日这首诗叫做上架的诗，华语叫做上行之诗。咱来看这和合本，也是讲咱的台语汉语本下面拢这诗的标题下面有一个叫做上架的诗。伫诗篇中间对120篇到134篇，拢是上架的诗。啥叫上架的诗？就是以色列人因要去圣殿敬拜上帝的时阵，圣殿是伫较悬的所在，所以因爱上架去到圣殿去敬拜上帝。因为这上架的路途有一段距离，因通常拢是大家结规群做伙去要敬拜上帝。所以因一边行一边就吟这上架的诗，互相激励，也怀着望较无的心要去敬拜上帝。所以咱理解就是讲，敬拜上帝，毋是讲入来圣殿较咧敬拜上帝。伫咱要来的路上，咱就爱准备心来敬拜上帝。今仔即首上架的诗，伊咧讲一个真重要的意涵，就是讲，大家往圣殿的路上，大家来思考讲，咱要去圣殿敬拜上帝。但是有一件代志非常重要，就是兄弟姊妹大家爱和睦相挺，因为和睦相挺去敬拜上帝才有意义啦。咱若怨恨咱的兄弟姊妹，咱来敬拜上帝，这无意义啊！耶稣基督嘛讲，如果你若提米要来献互上帝，突然间发觉讲我甲倒一个兄弟中间阁有一寡问题，赶紧拿米藏咧，先去甲伊和好，了开来献物件互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和睦三角徛起，这是上帝一个真重要的恩典，也是咱合一敬拜一个介要紧的因素。遮做诗的人用几项譬如来形容这款的美好。首先，伊讲兄弟姊妹和睦三角徛起，那亲像贵重的油，淋伫咱的身上，而且伊讲是对阿伦的头壳顶流到伊的喙鬚，流到伊的衫躯，表示迄个油是安那真济真济，代表迄个祝福是满满，油是代表祝福满满。兄弟姊妹和睦三角徛起，咱领受真丰富的恩典。伊用第二个譬如，就是讲，亲像黑门山的甘露降伫锡安山。如果咱来看即个圣经地理的地图咱就知影，黑门山是伫北边的所在，锡安山是伫南边的所在。所以做诗的人，伊写到遮的时阵伊想到一件代志，就是伫以色列人伊历史中间捌有发生即款的代志，就是当所罗门了，因的王国分裂做两个国家，北边叫做以色列，南边叫做犹大。分做两个国家了，原本的是兄弟之邦两个是兄弟，但是常常冤家，无真好斗阵。但是后来这两个国家拢被外族所灭，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来消灭，南国犹大无几年了，也被巴比伦来消灭。其中亚述帝国为着要统治这个
以色列国，所以伊就用这种方法，就将迄个外族移民移到这个所在，互因甲伊通婚啦。通婚了，因就袂记即家己啥物款的人，所以安尼较好统治。南边犹大被巴比伦灭了，巴比伦国是用将因的精英分子带掠去巴比伦。咱知影历史上后来巴比伦被波斯帝国灭掉，波斯王后以色列人会当转来到耶路撒冷。但是即个时阵即转来遮耶路撒冷的遮的人，看北国遮的已经甲别人通婚生落来这后代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因就讲原本就是兄弟，但是因感觉讲因的血统无纯正，所以无要接纳因。所以两个原本就是兄弟，煞互相对敌，斗阵袂好势。所以圣经中讲，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连斗阵、连讲话、连见面都无爱。所以这些人写诗写到遮的时阵，伊想到即件代志，原本的是兄弟啊，结果即马冤家。所以伊想到伊的历史中间有即款的事件，伊就讲，亲像黑门山的甘露降临到锡安山，北边的黑门山的迄个甘露，互风吹到这锡安山，滋润锡安山的群山岭。伊讲，这是兄弟姊妹和睦。三甲徛起的一个美好，人无搁再分国，无搁再分派，兄弟成做兄弟，南北合一，无搁再互相歹款待，无搁再互相攻击。所以用这个譬如来说明。第三项用伊讲伫遐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活命。就讲当兄弟姊妹和睦三甲徛起的时阵，咱能领受一个真大的福气，就是永远的活命。咱知影要得到永远的活命，爱安怎？咱今仔日爱信靠耶稣嘛。但是如果每一个信靠耶稣的基督的人，无要甲兄弟姊妹相听，这证明伊的信是假的嘛。咱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咱就会甲咱的兄弟姊妹好好斗阵。安尼，咱会当领受上帝所应允的迄个福气，就是永远的活命。咱常常讲，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咱每一个人拢是兄弟姊妹，所以咱伫教会中间互相称呼兄弟，因为咱是受上帝敬调，受上帝呼召，是命中注定，爱透过三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特别伫新约圣经中间。耶稣基督对咱讲，三听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咱来理解。拄则咱所读的第二段经文，伊来讲，所以基督安尼命令咱，迄个听上帝也必须要听家己的兄弟甲姊妹。所以三听毋是清清彩彩的代志呢，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伊命令所有伊的学生，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爱彼此三听。爱听家己的兄弟甲姊妹，彼此相听毋是简单是命令，是咱无法度拒绝的使命以外，彼此相听嘛是咱一个责任嘛。咱知真正的听是爱有责任的。你若讲听迄个无负责任的听，迄毋是真的听。咱要找一个对象结婚，咱嘛爱知影对方会当对咱负责任嘛。咱才会当将咱的终身委托互伊嘛。若无负责任的听，毋是真的听。咱其实这道理真简单。咱听咱的囝儿甲查某囝，咱就感觉讲，我对伊有责任，所以我爱供应伊的需要，爱养起伊大汉，而且爱互伊的行为会当细正。这才是负责任的老爸老母，这是真正的听嘛。所以咱来理解讲，当咱个别，咱领受这个命令。咱来彼此相听的时阵，咱就带有一个真重要的责任，对对方有责任。所以，咱牧师常常讲一句话：听是啥物？听是伫需要的所在看见咱的责任嘛。听是伫别人的欠缺顶面看见咱的责任嘛。所以，咱领受这个三听的命令，
咱同时也爱对对方负责任。所以咱伫教会中间爱学习即个彼此相听。那既然是安尼，咱要安怎彼此相听？牧师有3项建议，咱做伙来学习。第一项建议就是讲，相听一开始你就爱学习去接纳，彼此接纳。为什么爱彼此接纳？因为咱拢是无共款的人，上帝创造咱拢无共款的性格，无共款的性地，每一项拢无共款。因为咱是生长伫无共款的背景嘛，咱有无共款的生活经验，甚至咱有无共款的价值观念。但是因为上帝咱呼召，互咱成做一家人。因为无共款，所以咱就爱学习彼此接纳，也透过彼此接纳，咱成做一家人。咱莫讲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你讲你家己厝里的人，你家己的囡仔都2个囡仔都性格无共款啊。因为人是无共款的，所以咱爱彼此学习接纳。保罗先生甲咱讲，所以恁爱彼此接纳，那亲像基督接纳咱同款，互荣耀归乎上帝。所以保罗即句考劝咱的话真重要，就是讲，伊讲咱爱彼此接纳。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接纳咱咱拢是无完全的人，咱拢是罪人，基督嘛接纳咱。咱若会当彼此接纳，咱会当归荣光互上帝。所以牧师有3项提醒，咱一项一项来学习。第一项就是讲咱来到教会咱对人对教会期待爱正确。有一寡人伊带着一个完美甲理想去看教会中间的每一个人甲每一件代志。我来讲，你若安尼想你绝对会失望。因为教会内底无一个完全人，咱中间若有一个完全人伊就无需要耶稣了，伊免来教会。所以你若感觉你若完全，你即摆会当出去，因为你无需要救恩。但是咱每一项拢无完全，咱拢是软弱的人嘛。咱若抱着一个期待讲，咱来到教会要看到拢是天使，拢是完全的人，无可能啊！你一定失望。因为教会是一个无完全的罪人的集合。我当要去读神学院的时阵我拢想讲神学院可能是一个完美的所在。我想讲神学院可能是会知天也袂光着讲经，大家就摸一本圣诗，摸一本圣经，大家拢足爱去礼拜堂内底唱诗歌学了上帝，叫去到遐讲嘛是有人困袂起来，爬袂起来。我拢想讲神学院可能大家拢亲像天使同款，拢带着天使的笑容路人，看到大家拢互相关心、互相关怀。你去到遐嘛是真侪人会艰苦，拄着艰苦的事嘛是会流目屎。我拢感觉神学院可能是一个真好，老师款待学生拢真好，拢用心甲咱教。当然老师是用心，但是伊要求嘛真严格。去神学院阁爱考试呢，考试阁会来做无及格呢。我若拢抱着即款一个完美的印象去即间学校受造就，我一定会失望嘛。因为迄嘛是罪人集中的所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教会中间对教会甲对人的看法爱正确，咱拢是无完全的人。所以因为咱无完全，所以咱较需要互相接纳嘛。咱较需要互相接纳。咱来明白着讲，教会是一个强调上帝恩典的所在。教会中间有可能会发生人的错误，做代志会发生问题，但是教会的错误是需要被改正，毋是需要被谴责；需要被包容，毋是需要被诲骂。因为上帝怜悯甲公义是相款的、相并重的咱拢需要互相接纳。因为当咱看到一人跋倒，咱想讲有一天我可能有人跋倒，所以我先来扶起来。有一天我跋倒的时阵，伊会帮我扶起来。所以咱要有这款正确的观念来参与教会生活，你才袂失望。第二项，咱要互相接纳，就是咱要专注伫共同的所在。
因为人甲人中间有太侪无共款的，但总是因为咱的无共款，所以互教会生活才会当丰富嘛。至少咱有一项共款，一个人甲你做无共款，但是至少有一项共款，就是咱有共款的信仰。圣经哪能讲？基督亲像一个身体，有真侪肢体。虽然身体有真侪肢体，但是也是属于一个身体。咱伫教会中间，有人是手，有人是骹，有人是目睭，有人是喙，拢无共款。但总是咱拢属于一个身体，因为咱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所以咱因为专注伫即个共同点，所以咱会当学习彼此接纳。第三项，就是咱每一项拢有优点有缺点，咱着较少去看别人的缺点，较侪去看别人的优点。要接纳别人，你要用正向的思考来判断每一个人，去欣赏伊的优点，毋是去论断别人的是非。其实要论断别人的是非，足简单的。今仔圣歌队唱歌，若有一音唱毋对，咱拢听出来。今仔应该无唱毋对，其实我是听无啥有啦。若有一音唱毋对，咱拢听出来。但是有几若百音拢唱对，咱拢无来鼓励，咱一音唱毋对，咱来谴责。牧师讲话，可能讲100句。中间有99句可能拢正确的，一句讲毋对，讲漏câu去，还是讲无正确，大家拢掠迄句，对这个人无公平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要较专注去注意别人的优点，毋通去看别人的缺点。那安尼，咱会真容易失望，无法度接纳。特别是有一项代志会破坏教会的内部的和谐甲合一。你若要破坏教会你着做这项，就是去论断别人的是非。耶稣讲毋通评断人，毋通论断人，上帝就袂论断你。因为恁怎样论断别人，上帝也怎样审判你。为什么耶稣叫咱毋通论断别人？因为论断是上帝的代志，毋是咱的代志。咱人做咱的代志就好，咱会当做判断，但是咱毋通去论断。论断是属于上帝，互上帝去做。有一个牧师叫做华里克，伊有写一本册，伊中间写讲，如果咱若开始批评教会兄弟姊妹的时阵，有4件代志会发生。第一件代志，就是咱马上失去甲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无欢喜这件代志啊。圣经中间讲，你若无听你的兄弟甲姊妹，你就是无听上帝嘛。听上帝就听兄弟姊妹嘛。你若开始论断兄弟姊妹，你就失去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嘛。第二项，你就暴露出你家己的软弱，你的骄傲，因为你开始要做上帝啊，你开始要把别人定罪，定罪是上帝的代志啊，毋是咱的代志。但是你开始去论断别人的时阵，你就是骄傲啊，开始咧定罪别人，也显露你家己的无安全感。第三项，伊讲会招来上帝审判，像即句耶稣所讲的，你用啥物牛气牛别人，上帝就用即款的牛气就牛你。你若审判别人，你若评断别人，上帝也照样要审判你。最后一项，伤害教会集体的和谐，伤害教会集体的和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着爱真清楚，论断别人、批评别人、看别人的缺点、批评别人的缺点，就会带来这4种无好的效果，影响整个教会和谐。这用伫家庭有哪小共？顶回陈坤生牧师来，甲咱提醒讲，你若做太太若要让你的先生赶走，足简单，你着逐工来批评。相反，教会中间嘛是小共。你若要互教会无和谐，你着开始看人的缺点，论断人的是非。这是咱来注意。要接纳别人，你着加去看别人的优点。所以咱学3项真重要的代志。第一就是
对教会对人的期待爱正确，然后较侪去看咱共同的点，特别是咱是共同信靠一个上帝。最后，咱来去看迄个优点，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要来学习的，就是讲，咱拄则咧讲即个接纳，这是较被动的。第二项关怀就是主动的，关怀是积极的，是主动的。伫教会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咱来彼此关怀，来维持这个命定的关系。上帝呼召咱加做教会，毋是爱咱来聚会了，聚会尔，伊是爱咱做伙去体验生命。为什么咱来教会敬拜？那即摆敬拜的管道真侪，你伫厝里嘛会当看直播。为什么咱来教会？因为咱是一个合一的群体。咱来遮毋是简单，咱家己咧敬拜上帝，咱是甲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做伙去经历生命，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互相关怀，就是会当互咱做伙经历上帝的恩典。牧师已经讲过足侪遍。耶稣基督讲有2条诫命上介重要，第一条就是爱听上帝，第二条就是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听上帝甲听厝边是袂当分的。咱甲上帝关系好，咱就一定甲人的关系好。因为一个听上帝的人，敬畏上帝的人，伊一定会当甲人保持好的关系。倒边来看，如果咱若甲别人无法度建立好的关系，咱甲上帝关系就袂好势，所以关怀是非常重要。上帝应允这个永远的画面，就是伫彼此相听、彼此关怀中间产生的。所以圣经同咱讲爱心存谦卑，别人看别人比家己较强，别人毋通顾家己的代志，也爱顾别人的代志。有一对爸仔囝。因囡仔咧问老爸问题，伊讲：爸爸，这世间敢有天使？因老爸来讲：有哦，这世间有天使哦。甚至咱人嘛当食做别人的天使。这囡仔讲：天使敢会飞？这老爸来讲天使会飞的原因是安怎？伊看家己较轻啊，伊看家己较轻。所以你若要做别人的天使你着爱看家己较轻啊，看别人较重。亲像圣经中间所讲的，毋通干那顾家己的代志，也爱顾别人的代志。看别人的需要比咱家己的需要较重要。这种就是付出关怀一个动机。牧师常常感觉讲，咱如果教会中间上界吸引人的所在。是啥物货？就是咱彼此关怀迄个气氛。如果咱教会氛围就是大家人拢彼此关怀的时阵，教会就是让咱有先去担着上帝国的滋味，那亲像天国同款。上帝恩典就伫咱的彼此关怀中间临在。如果咱中间有人感觉讲，牧师，我来到教会遐尼久拢无一个人来关心呢，安尼你着看见问题对无？什么问题？就是你家己有问题啦。你会开始去关心别人啦。咱若开始去关心别人的时阵，咱就会当互相去关心，因为关心关怀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咱较主动的，毋是坐伫遐听候别人来关心，咱互相关心。就是你也开始主动，别人嘛会当主动关心你，所以关怀是非常重要，也当创造一个真水的迄个气氛，吸引人来到这个团体。最后一项牧师要大家讲的，就是彼此相听有一项真重要，就是爱互相激励。兄弟姊妹斗阵有一件真重要，就是互相激励。因为咱知影要奔走天路的过程毋是遐尼简单的。咱常常会拄着真侪试炼，拄着真侪恶担当的事，有时嘛会跌倒，有时嘛会受伤。这个时阵咱兄弟姊妹斗阵互相激励，
咱来到教会这大家庭，咱就对其他人有责任嘛，吼，啊，别人对咱嘛有责任，所以就是咱咧当行天路的过程中间，会当互相激励，吼，当人忧伤的时阵，你来勉励一下，互伊会当继续向前行；当人失志的时阵，你来帮赞一下，鼓励一下，互伊心智搁恢复。所以圣经一直咧讲这个，讲我劝劝兄弟啊，你来警戒遐个无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丧志的人，帮赞夫妻软弱的人，也要硬正人忍耐。这拢是教会中间爱做的，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圣经嘛安尼讲，爱彼此相顾，激发疼心，勉励行好。伊教会生活就是安尼啊。互相帮衬下面，咱才会当同行天路。因为你家己一人要维持一个圣洁、灵性的生活是真困难，所以你要有属灵的同伴啦，带你勉励，带你提醒，互咱会当真谨慎去行天路。咱看到周报中间吼，牧师一个计划就是咱对5月初8开始要开一个查经班吼，早起是一班，下暗是一班，吼，两班拢相共，你选一班来上。啊，查经班吼，即个咱用24周的时间，24礼拜的时间，要来看加勒泰书。吼，啊，有人讲哦，牧师啊，加勒泰书较6章尔，我一工就读了啊。吼，较爱查24周，24周是半冬呢。这无啥物奇怪，我爱着真谛几十尔，我讲一冬啊。咱爱真详细来读加勒泰书，所以咱用半冬的时间来读加勒泰书。啊，这当然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啊，所以咱来找同伴来做伙读。咱伫找属灵的同伴，甲咱做伙经历上帝的话。这是上界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咱能互相勉励。当人较冷心倒退、读袂落的时阵，咱来鼓励一下。啊，当咱拄着相款的情形，别人来咱鼓励一下。这才是教会生活中间上界宝贵的。咱等下要吟咱上年的诗歌，就是圣诗317首。这条叫做上年，牧师也大概讲过。这条诗歌对咱来讲有真深的意义。伊安尼讲，你若欠亏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衬。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趁道理。咱决意相听，由圣心来帮衬。我若拄着心烦恼，你着替我来祈祷。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趁道理。你若祷告心要冷，我着勉励你警醒，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趁道理。这首彼此相听的诗歌，是咱相连的记号，也是咱相连的祝福。所以，咱领受这么大的恩典，伫教会中间，上帝互咱拄着真侪真好的兄弟姊妹，互相接纳，彼此关怀，彼此激励。互咱当领受上帝互咱迄个大的祝福，就是永远活命的祝福。愿上帝亲自赐福互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伫教会中间有真侪阮属灵的同伴，真侪兄弟姊妹，互阮学习彼此相听的功课。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充满你的听。来实践彼此相听的功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时要来吟咱相连的诗歌317首，咱起立来吟。你若欠客真失望。
坐。咱这时备万心要来奉献。今仔有第一次来到咱当中的新朋友，咱的贵宾。那伫外口接待处，咱无写留名卡的人，咱伫咱的座位头前有留名卡，咱会当摕起来填写，等来交阮收奉献的人，互阮的执事，咱后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交阮熟悉，咱即时来奉献。感谢祈祷，主必听从阮的主，阮的强地，阮感谢你，使阮教业遮清净，也使阮身体健康，灵魂精英，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主，若咧献上淡薄的金钱，阮要将阮的时间、阮的财情、阮的一生献伫你面前，愿主你来感纳。阮爱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坐。咱即时要请咱以前本堂的上长望上新牧师来做请安的报告。蔡牧师各位长职、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有即个机会伫即个咱教会学校纪念主日的时阵，代表淡江中学伫遮，甲咱来请安来报告。
今仔日甲我最近来有关学校的教务主任黄维燕主任伫遮嘛，请伊甲咱大家来熟悉一下。今仔日我除了是用即个校务室主任牧师的身份徛伫遮，相时我嘛是咱的会友因为虽然对去年8月7日开始，我到伫淡江中学伫遐来服务，总是我的太太、我的囡仔礼拜日嘛是拢伫咱教会。我若是礼拜日无去别个教会讲道，或者是学校无有特别的事工，我嘛是会转来伫咱的中间，所以拢真有机会甲大家来见面。有时阵人若看到我，会问我讲，即马伫学校的服务的心情怎样？我拢会讲一句话天天星期天。当然咱知影礼拜日拢会较欢喜、较快乐。伫遐陪伴遮的囡仔。甲遮的老师最近当然有影是真值得欢喜的代志。不过咱爱知牧师伫礼拜日拢是上无闲的。所以伫遐我嘛是对早起7点外，可能到暗时8点9点，我才会当算家己的时间若学生伫学校的中间，拢是等于爱工作伫学校有3000个囡仔。包括高中、国中、国小甲幼儿园老师有200多位所以遮个拢是我甲校务室同工所牧养的对象伫校园内面拢会看到咱教会的主题除了有咱蔡牧师的后生蔡慕琪。甲咱戴佑新牧师的囡仔戴尼尔，甲我家己的查某囝熊可欣，阁有咱的裴牧师的囡仔彭恩利，今年嘛开始要去遐读国中，阁有咱的几啊个咱的兄姐的囡仔嘛是伫学校内底，所以学校甲咱双连教会的关系是真密切。当然免讲，咱中间阁有几啊位是咱学校的校友，阁有咱的。张宏德长老是咱即卖的董事，前的董事是施明灿长老，阁咱的江燕婷长老拢做过咱学校的董事所以学校甲咱教会关系真密切。阁较毋免讲咱即个双连教会上开始牛埔曾讲义所时代的即个吴威廉宣教师，伊的梦嘛伫学校内底。咱拄则所唱的即个317首，即个歌词就是吴威廉牧师娘伊所写的。伫学校咱嘛知即个马街甲伊的家族嘛是拢待伫遐所以学校甲咱长老教会真有渊源，真有关系。所以嘛欢迎咱兄弟有时间会当来学校来行行，来看看。伫遐嘛会当熟悉咱的学校。你若是甲迄个所谓讲要找熊牧师，应该拢会当互你入来。你若是要搁较确定，你会当先甲我讲，我会先甲所谓讲咱拢会当有机会来。学校嘛有餐厅，会当伫遐来用餐、啉咖啡。所以嘛欢迎咱的小组，也是团契，也是咱个人，也是咱家庭。拢有机会来淡水的时阵，会当去学校来行行，来看看一下。今仔日我主要毋是要来募款，所以咱毋免紧张，咱周报内面嘛无业奉献录毋是讲咱学校无欠钱，其实咱知即个教育事业绝对是需要经费，毋管是设备、师资这拢爱开钱。今仔日我主要是要来。无人当然咱也是有感动要奉献嘛欢迎。主要今仔日是要来招生所以咱伫外口有放遮的招生的资料。咱若是有兴趣嘛会当来甲咱的教务主任来问，也是甲我问拢会用哩。伫遮搁再强调欢迎咱的子弟、咱的青年来读咱家己教会的学校。咱若是来读学校，我拢会特别好好甲因照顾。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搁讲伤济小等，请咱大家看即个影片这就是咱去年的一个毕业班
因家己所做的影片，最后是阮的校长柯世贤校长甲咱请安所讲的话。以上报告最后愿上帝赏赐福气，互咱每一位，多谢。When you're screaming out, but you can't make a sound, you know it's only a dream. When your back hits the ground and things turn around, you know it was only a dream. 'Cause nothing is as bad as you think, even when you're pulling at the seams. When the lights go out, you still got me. Detours lead to barricades, and home is for your friends are fake. I'll be there to clear the way. And you
姐大家平安，淡江中领受上帝的恩典，甲满满的祝福，啊，着咱所有兄姐大家支持甲照顾，成做一间真有特色的学校。咱的办学一向拢非常的认真，所以培养真侪杰出的人才。咱的总统李登辉总统，甲亚洲音乐天王周杰伦，校即几年来办学嘛真有成果。咱的学生考调国立大学伫北海岸地区是第一名，咱的分数嘛是考上悬的。特别是咱有学生考调国立阳明医学大学的医学系，未来学校这边的办学会更较认真，会互咱学生得到真好的一个照顾来荣光上帝。请各位兄姐将囡仔送来咱学校介绍回友的囡仔来咱学校这边读书，咱会好来教育在学生，互因有好的一个成就。最后祝福各位兄姐大家身体健康，合家平安快乐，谢谢。真好，淡江中学是一间真好的学校，因为阮祖囝嘛伫遐读。来，刷落去，咱来报告咱第4页。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到教会学校纪念主日，感谢上苍网牧师代表淡江中学伫甲第3场的礼拜中事工分享甲请安，呼吁兄姐时常为着总会属下的淡江中学、真理大学、马偕医护管理专科学校、马偕医学院等教会学校的校务、教学以及学生的信仰、学习关心甲带导。第2点，新生命餐会伫4月22日，就是下主日中昼的12点。咱为了即届洗礼专职的甲更新的人，要办一届新生命餐会吼。伫9楼的联谊厅，内容有爱宴、见证甲祝福。欢迎即摆洗礼的人甲信仰交杯的人，会当邀请你的亲情朋友来出席即个餐会。请你伫4月16以前，就是本礼拜以前，用张雅文干事来报名。具体关怀本会会友吴凤卡姊妹。李金曼的太太伫4月74安享主怀，已经伫4月12伫邦桥的殡仪馆安义厅举行个别的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过来上重要就是迄个装备训练，拄则牧师有讲的，伫第12页吼，发现有当世界的情，咱即届牧师就敢若亲像咱即只掠鱼船的船长吼。伊亲自要伫个中间用24个礼拜，要甲咱训练伫个中间透过马太加拉太书即段即个圣经来帮助咱，会当来学习亲像保罗共款迄种的特质，有一种的迄个宣教的热情，甲会当互咱每一个兄姐透过这学习。建造咱亲像每一个拢真够掠鱼，会当亲像得人拿得鱼的渔夫。所以我相信咱的牧师真用心吼，所以咱邀请每一个兄姐，咱拢会当来上这个课。而且咱接下要去要颁发奖助学金，请牧师来处理。咱请这要领奖学金的这小朋友甲这学生吼，拢出来头前。这个名单有记载伫咱的周报有讲过啦吼，所以咱要请一个代表来领吼，伫领的进前吼，牧师要邀请大家做伙来为这个细囝，为这个学生同学吼来祈祷，
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予阮伫家庭中间、伫教会中间、伫学校中间会当学习成长。愿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才会徛立伫你的面前，这细囝甲这同学，求主赏赐因属天的智慧，予因伫学校的学习不断进步，也伫甲老师同学的关系中间，会当哪来哪好，哪来哪亲密。阮也将因的灵性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予因毋是简单追求课业的进步，伫甲上帝、甲人的关系顶面，也不断进步。求主赐福保守看顾因，予因的身体健康，予因的学习无任何阻挡。求主也祝福因这细囝的家庭，予每一个人伫家庭中面有好的家庭教育，伫教会有好的品格教育，伫学校也会当诚做水的见证来荣光你。愿将这个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请一个代表。这时阵无需要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才有几位，第一位是杨泰全先生，应该是先生哈，杨泰全先生。好，伫后壁面哈，欢迎哈。第二位是陈宝华先生，好，欢迎。第三位是周一鸣先生，好，伫后壁面哈，欢迎。还有是台南富强教会杨胜碧甲王丽玲，欢迎夫妻，好，伫遮哈，欢迎。有对奥地利回来林淑卿女士，好，伫顶面哈。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的。牧师补充报告一下吼，拄则有大家提醒吼，伫12夜的所在吼，咱要开一个查经班。牧师有写一张批吼，伫迄顶面吼，恁咱看一下吼。我家己是感觉真感动啦，毋知恁看了敢会感动吼？大家做伙来读圣经上帝的话吼。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大权能，阮受你拣选，成做你的儿女，享受伫你的疼中间，互阮伫教会生活中间会当彼此相疼，互相扶持。阮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阮特别将今仔日的新朋友完全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身体健康，互因甲你的关系若亲密。互因也伫家庭顶面、工作顶面，拢领受你的祝福。阮恳求主，你也赐福保守看顾，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的学校机构，互每一个学校机构的师生拢得到你的保守，透过因的见证来荣光你，来祝福人。
阮将阮教会中间所有兄弟姊妹，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有忧伤的求主安慰，有肉体软弱的求主医治，也互阮伫领受主的恩典的过程中间学习感谢的心。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阁继续来吟散会诗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阮享受差遣。